埔里有一座农场，种几百丛的拿花田这种花，目前已经开花开3成，12月底会开5成。啊，讲看花上好的时间点是每年1月到2月，包括着跨年元旦、寒假、甲农历的过年。 南投县真正是好山好水好游览，埔里镇一座生态农园，有种几百丛的拿花田，本来是2月份才会开花，今年11月底都已经陆续的开花啊。最大的一次花期就是在元月1月到3月这一段时间，那个时候才是花最美的时候。 今年寒冷，因为气候较烧热的关系，所以讲园区的拿花田提早报道，目前已经开差不多3成。为了用上好的花粉要迎接游客，园主爱去修剪幼茎。我通常呢会把这个尾巴这里会把它捏掉，那灯芯一样然后捏掉之后，它这整个才会熟化，它才会硬化。硬化之后，它就比较容易开花。 园主表示讲，上理想观赏期伫明年正月到2月，希望想要参观的游客入园前会当提早注文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